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翘楚 ，T72 坦克可以认为是第三代坦克的代名词，产量堪比50年代的 T50 坦克，其连同衍生型号加起来，总产量超过了2.5万辆。很多坦克都是以 T72 坦克为原型研发的，其中就包括今天的主角 M95 堕落者主战坦克。该坦克是克罗地亚研发，也是少数仿制超过原版的坦克。M95 坦克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斯拉夫研制的 M84 坦克，其研发之路也是一波三折。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南斯拉夫以 T72 坦克为基础，开始研制 M84 主战坦克，不仅修改了坦克的火控、动力系统以及部分装甲，而且还在炮塔的正面装甲内填充沙子或者花岗岩。虽然听起来有些寒酸，但毕竟也是间隙装甲的一种，提升了一定的防护性能。相比较原型 T72 坦克 ，M84 坦克在性能上要强上不少，并且在出口上也极为成功。后续还开发了指挥车、装甲抢修车等车型，出口几百辆 M84 系列。只是其最大的阻碍是产量限制。当时的南斯拉夫获得的许可证规定，不能生产超过1000辆 T72，而 M84 本质上就是升级版的 T72，无法实现大规模外售。于是南斯拉夫就提出了研制出一款国产坦克，成果就是 M91 主战坦克。相比较 M84 系列，其有了本质上的改变，打破了生产数量的限制。按照南斯拉夫的计划， M91 主战坦克将于1991年完成测试工作，到1993年 M91 主战坦克完成了工厂测试，直到1994年才进入国家测试状态。到1995年，南斯拉夫方面计划生产15辆坦克，进入量产状态之后将达到每年生产100辆的水平。到2012年，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所有坦克都将完成换装。由于南斯拉夫内战的爆发，导致其研发工作的中断，到内战爆发时只生产了2辆坦克和一些零部件。上个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在一系列武装冲突和政治纠纷中解体，坦克生产线和设计资料就被原联盟国家得到，其中塞尔维亚拿到了 M84 生产线，而克罗地亚则是获得了全套 M91 坦克的设计资料。进入21世纪之后，克罗地亚军方觉得自家的主战坦克有些落后，就重新捡起了 M91 坦克的研制计划，并在以色列的帮助下发展成了 M95 坦克。M95 坦克全重48.5吨，车长10.1米，车宽3.6米，高度2.2米，只需要3人便可操作。克罗地亚的坦克最大特点是装甲特厚， M95 坦克也不例外。该坦克与之前 M84 的最大区别就是复合装甲与间隙装甲，再加上爆炸反应装甲的应用。装甲主要分布在炮塔的正面和两侧，在车体正面和两侧部分位置也提升了坦克的防护能力。车体前方与侧裙具有抵挡高爆反坦克弹的防护能力，炮塔的防御估计也就略次于 T90M。 同时，以色列提供的爆炸反应装甲不仅使坦克的防护能力有所提升，在外观上 M95 坦克与 M84 坦克有了较大的区别，外形看起来更接近西方坦克。相比较 M84 的原型 T72 坦克， M95 在内部结构上与其有了更大的区别，只能将其叫做远房小表弟。在火力装置上， M95 坦克有2种选择，一是保留125毫米主炮，另一种则是安装瑞士开发的120毫米紧凑型火炮。副武器则是一座遥控武器站，可以安装一挺 12.7 毫米机枪以及一门40毫米榴弹发射器，它则是通过车长控制。此外， M95 坦克还能换装拉哈特反坦克导弹，125毫米的火炮口径虽然没变，与 T72 坦克采用的 2A46 型坦克炮相同，但是该火炮是克罗地亚自己造的，与苏联 T72 的125毫米坦克炮相比略有改进，可以使用新型弹药，并且在火炮上采用了新的制造工艺，以延长其寿命。还安装了新的热护套和炮口传感器，装弹机和弹药也得到改进。穿甲弹可以在2500米距离上穿透554毫米钢装甲，并配备了自动装弹机。M95 坦克的自动装弹机与 M84 相比快了约 15%，1分钟可达装载9发，而后者仅有8发。M95 坦克的最大射速为每分钟8发，它发射3种类型的弹药，包括 APFSDS、HEAT 和 HE 弹。自动装弹机可容纳22发子弹，而其余弹药则存放在战斗舱中。在动力系统上， M95 坦克则是采用了一台12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
搭配变速器和独立扭杆悬挂系统，公路上的最大速度达到了70公里每小时，进一步提升了推重比。同时 M95 坦克采用 OMEGAD 新型计算机化火控系统，该系统为炮手提供了一台稳定的配有激光测距机和昼间图像增强瞄准具，炮手可以选择用热成像仪来替换这种图像增强瞄准系统。车长配有一台 COMTOS 昼夜瞄准具，驾驶员拥有一台 CODRISE 昼夜潜望镜系统。此外，坦克还提供有其他光学设备，主炮控制装置是液压式的，但可以用全电系统替换。除此之外 ，M95 坦克装有克罗地亚国产的核生化防护系统、火力探测和火力压制系统，以及计算机化的驾驶员控制面板。这个控制面板将驾驶训练监视与导航系统集成在了一起。此外，该坦克还装有泰利斯公司生产的 PR4G 频率控制无线电台。如果按性能来讲，克罗地亚研制的 M95 堕落者主战坦克在理论上足以达到3代半坦克的标准，但值得一提的是 ，M95 堕落者主战坦克的数量只有2辆。克罗地亚只是将 M95 坦克研发了出来，并没有量产。好像克罗地亚只是为了完成南斯拉夫的遗愿，才花精力去研发 M95 坦克，并没有打算装备它。另一方面 ，M95 坦克也不太适合现代的战场。21世纪的主战坦克地位已经大不如前，这主要是因为战争模式的变化。现代是坦克与直升机的配合，甚至有时候作战只需要直升机。比方说越南战争，美军全副武装的坦克在越南丛林，还不如一架携带 M60D 和几发火箭弹的 HU-1直升机。所以战争的模式也就从原来的陆战决定胜负，到了现在的空中致命打击，各国都优先发展空军，夺取制空权。同时，现代坦克的防护性能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反装甲武器发展更快。各种技术、各种性能的反装甲武器如雨后春笋，坦克就无法像之前那样驰骋战场。所以，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将精力放在了机动性更高、火力与坦克相似的步兵战车上。更不用说 M95 坦克这种以上个世纪的坦克为基础研制的坦克，将其放到现在，也就是装甲还不错。毕竟在克罗地亚人拼命的堆厚度以及爆反之后，防御力是一大翘楚，其余都是有些落后当前的坦克。对 M95 坦克来讲，放到坦克博物馆或许是最适合它的场景。当然了，这并不能证明坦克无用。在现代战争中，抛开作战体系去谈单个作战装备，谁优谁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现代战争本质是两个体系之间的对抗，虽然坦克的作用大大降低，但是依旧在 M1 的基础上发展了 M1A1、M1A2。俄罗斯在 T72 的基础上发展了 T90， 这说明坦克依然是陆军的重要作战武器，坦克的战术地位依然是陆军战场上的核心。如果把坦克从陆地战场中去掉，那现代战争中的陆地战场岂不是就要放弃？对于这种情况，只能说侧重不同。在各国都大力发展步兵战车的情况下，对坦克自然是没有之前那么重视。或许这也是克罗地亚没有装备 M95 坦克的原因。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各位朋友觉得克罗地亚没有装备 M95 坦克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